經書講切家底，羅馬6:23節樣講到，因為到嘴就是死亡，嘴都係滅亡，但係上帝嘅恩典都係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在耶穌基督裡面。嗱，即係有人即刻係脫從一罪惡貪婪嘅方面，即刻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因為到透過佢嘅恩典，即刻得到。呢就係上帝창出嘅，佢當初창出本世界就係永久嘅生命。上帝창本世界，佢一天要做嘅，別天要做嘅，창乜嘅？창永久嘅生命本世界，萬人相信佢，就得到永遠嘅生命。約翰書5:11節樣講到，呢就係佢嘅見證，上帝已經本了這個永久嘅生命，也就係佢嘅恩典。萬人相信耶穌基督，就會得到佢嘅恩典，就係永久嘅生命。約翰書5:12節咁樣講出家啲，萬人有耶穌基督得到生命，萬人冇耶穌基督冇得到呢個生命，因為到上帝做了佢嘅恩典，在耶穌基督內中，萬人相信嘅就係得到佢창出嘅恩典，佢창出乜嘅？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唔係本一罪惡產道得到滅亡嘅方面，嚟相信耶穌基督做了本世界，在十字架的，萬人相信佢呢個罪定贖hết定原諒hết，即刻變義人，即刻變對嘅人，在上帝嘅裡面，即刻嘅罪已經佢嘅補hết赦免hết了，謙卑相信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，阿門。